修理和蟲害。沒有人喜歡老鼠、臭蟲或者其他害蟲。係咪遇過過熱、管道或電力機器問題、洪水、窗或者電器破碎問題？歡迎來到住宅租賃辦公室。喺本視頻中，我們正在研究修復和蟲害問題。究竟邊個負責租賃期間修理或害蟲問題？業主和租戶都有需要尊重嘅權利和責任。租賃協議係合同，租戶同意支付租金，而業主同意提供並維持一個可居住嘅地方供租戶居住。業主有責任處理害蟲同修理問題。如果租戶沒有珍惜物業，租戶有責任向業主賠償。雖然租戶有權居住，但租戶應對他們造成嘅問題或未能配合業主負上責任。良好嘅溝通可以解決問題。租戶應立即向業主報告問題。業主應該在問題惡化之前提出解決方法。對於清晰嘅溝通，以書面形式提交要求，列出需要修復嘅內容或者需要處理嘅問題，以及何時完成呢啲要求。如果有爭議，租戶喺等待維修完成之前，不得扣留租金。未交付租金係驅逐嘅理由。相反，租戶和業主可以藉 ORT 提出申請，可以命令任何一方進行維修。如果聽證主任發現居住嘅地方需要維修或者存在蟲害，業主可能會降低租金，或者租戶獲得賠償金。業主可以基於租戶造成嘅問題而辯護。如果租戶導致問題，可能會要求支付全部或部分解決問題嘅費用。欲了解更多資訊，請參考我哋嘅網站 www.saskatchewan.ca/ort。多謝。